美國講要甲伊朗來和談，這個消息呢也來帶動美股大起。因為咱台股今仔日盤中上懸是來到43912點，這是起超過500點。另外呢，這證交所是宣布對8月7日開始，要來實施注意甲處置的新規定，會縮短處置的時間，未來每半冬定期檢討，因應國內外情勢變化。因為美國總統川普講美伊和談也擱在進行當中，所以拜一美國全面收紅，毋過拜二亞股是無對著陣，由紅變做是烏的。日股盤中捌跋超過1%，若韓股捌跋2.84%，台股盤中是捌由跋轉做是起的，盤中上懸43912點，起超過500點，毋過真無奈在點過了後，佫開始咧跌啊。台灣股市呢，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，接連2天是屬於一個強勢整理的格局。可是呢，要注意的是，今天呢，因為大盤呢還是繼續面臨到月線的壓力啊，所以呢，是不是能夠收紅呢，還是有待觀察。初時類股的走勢是無啥小翔，像講台積電是開價行價，盤中上價2315塊，跋55塊。記憶體族群是真強勢，酷起去哩。像講華邦電是起甲大，股價衝起哩157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考慮油價正懸，起落的異常波動較明顯。證交所宣布按7日開始實施注意甲處置的新規則。第一擺甲第二擺啟用發布處置的油價正懸，處置的時間自10個營業日縮短到5個營業日。另外呢，若是啟用處置，閣因為當沖傷過加壓，當沖的佔比傷過懸，啟用公布注意交易的資訊，也就是人咧講的啟用的做是注意股。這處置的營業日會縮短到7天，上後壁是倒配的作業時間會縮短到每2分鐘倒配一次。一旦流動性喪失，其實都會某種程度上會有助漲助跌的效應。那當流動性的衝擊明顯減少的時候，其實就會讓原來的急漲或是急跌變成一種相對緩漲跟緩跌的狀態。那事實上對整個交易市場而言的話，都是正向的發展。除了股市起起落落引起大家關心，進前日本興本發生規模7.1的大地震，台積電在初三宣布會捐2.5億的日票協助災區重建，希望會使協助災區早日恢復原本正常的生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